好，其他嘅人咧就咁樣喎，係將其他嘅啦，將其他嘅咧即係其他嘅將其他區，咁啊由將其他村同埋大埔村所組成嘅，咁啊將其他咧就成立咗咧成300年咁耐㗎啦，咁啊原居民咧有姓温、姓江、姓鄭同埋姓邱嘅，咁而大美督李姓原居民咧，亦喺300多年前咧係由梅州市五華縣咧係遷居於此嘅，咁啊村民早期咧都係捕魚同埋種田為生嘅，咁啊近年咧政府興建道路直達大埔公路同埋白石角，咁村中咧亦都建有呢個停車場，居住環境亦都大大改善。咁我哋咧係請將時間村嘅朋友咧係有呢個紀念品啊。咁啊隨住將時間約嘅朋友嘅成員隊伍咧，仲有將時間嘅優比聯盟。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喺將時間約入邊嘅一個團體嚟㗎。咁亦都請代表到台上咧同我哋嘅嘉賓拍攝留念啊！嗱，如果大家唔知，最後一個藥啦，係叫做粉嶺嘅。咁粉嶺好似好認同啊！原來粉嶺咧都係我哋7藥其中一藥嚟嘅，即係而家嘅粉嶺圍啊，